由5月10號開始，將會大部分影片使用剪映，廣東話男聲播放。我今日就想同你講嘅就係，偷嘢就係犯法啦。但係我上星期二上完體育堂後，見到有個罰鈔紙寫住我以後不再去小食部偷嘢。之後去到星期四，訓導就講話會嚴懲小食部偷嘢嘅人，呢啲係一啲犯法嘅行為，喺出街做嘅話隨時會坐監，所以你哋就唔好以身試法，一啲高中嘅人都會咁樣做，咁樣呢就會冇朋友交往。講第二樣先，學校話火警演習幾時呢？會唔會係5月嘅其中一日，星期一或星期四？上學期嗰陣火警係唔明好多次。仲有第三樣嘢，我就想同你講，千祈唔好呃人啦。你呃人嘅話，會失去你嘅女朋友或者男朋友，對方會同你分手。喺學校同樣都係唔好欺騙老師，欺騙老師會處分㗎。而家分享到咁多先。